位家長，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小朋友成日會重複做某一啲嘅動作，例如每日返學前會錫父母一啖，放學返到屋企第一時間就食嘢或者沖涼，每晚臨瞓前亦要聽個故事先肯瞓覺。呢啲都唔係無聊，而係一種儀式感。其實小朋友透過呢啲重複嘅行為去建立緊佢嘅安全感，甚至影響到佢未來習慣同埋信心。有時我哋會以為意志力係決定孩子成長重要嘅因素，但係好多嘅研究顯示，人類95% 嘅行為唔係靠意志力決定，而係靠習慣。而習慣點樣形成嘅呢？答案就係儀式感。如果覺得呢篇文章對大家有幫助，記得按讚支持一下，分享俾你身邊需要嘅朋友，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咁樣就唔會錯過其他實用同埋教養嘅資訊。透過分享知識，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家庭，讓孩子能夠平安快樂咁成長。多謝晒。點解儀式感對小朋友咁重要呢？其實儀式感能夠幫助孩子養成一啲習慣。如果我問你，飯前洗手、飯後啷口、臨瞓前刷牙，呢啲習慣需唔需要靠意志力先能夠完成嘅呢？其實答案係唔需要嘅，因為呢啲習慣已經係自動化，唔使諗就會做。但係對3、4歲嘅小朋友嚟講，呢啲都唔係自然而然嘅事，而係需要透過長期重複，透過儀式感令佢哋內化嘅習慣。例如放學返到屋企沖涼先，呢一個動作睇落好似好簡單，但實際上係幫助孩子轉換狀態，等佢哋放低咗學校嘅勞累，重新集中精神。只要長期堅持呢一個儀式，日子耐咗，佢哋就會自動去做，唔使催，唔使逼。再例如沖完涼坐低前播一首同孩子共識咗嘅音樂或者係歌曲，呢首我哋會稱為做功課嘅前奏。靜心聽完，等佢嘅情緒慢慢進入狀態，然後正式開始。呢一個簡單嘅儀式可以幫助我哋嘅小朋友由玩樂模式轉變成專注模式，減少湯熱感嘅。另外，儀式感亦都有助提升孩子嘅安全同埋歸屬感。細路仔其實好需要一啲預計性、有計劃性嘅快樂，即係佢哋會期待一啲固定會發生嘅美好時刻。就好似有啲家庭每逢生日都會有專屬嘅生日會，每年都會影一張生日相，甚至會有家庭時間廊。寫低一句說話，畫一幅畫，封存起嚟，10年後一齊打開，一家人一齊回味過去，呢啲都係儀式感，俾孩子一種同家庭同屋企人連結嘅溫暖。第三，儀式感強化咗我哋嘅成就感。有時候家長會覺得細路仔做咗一件事，除咗讚佢一句，係咪就真係夠呢？但係點解學校又要頒發獎狀呢？點解有啲家長又要全家圍住小朋友去拍手，甚至乎要影相做記錄呢？其實呢啲咁嘅動作都係將孩子嘅努力轉化成值得被慶祝嘅儀式，幫助佢哋建立更強嘅成就感。打個比喻，小朋友堅持1個月自己早睡早起，家長可以準備一張早睡早起嘅小冠軍嘅獎狀，甚至影張相擺喺個雪櫃上面。呢一個小小嘅動作唔單止係鼓勵，仲係提醒咗細路仔你做得到嘅，令佢哋對自己面對困難嘅時候有更大嘅信心。儀式感仲可以讓小朋友珍惜重要嘅時刻。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喺小朋友開學嘅時候封一封利是俾佢，又或者同佢一齊影張大合照呢？呢啲咁嘅記錄成長嘅瞬間，有時候唔只係一個小小嘅儀式，對家長嚟講可能覺得係一件例行公事，但係對細路仔嚟講卻係一個充滿意義嘅儀式感。因為每個階段都應該值得被珍惜，從而更加珍惜自己努力嘅過程。
家長喺幫助小朋友儀式感當中，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我覺得有3點可以考慮嘅。第一樣就係設定一個固定嘅儀式，讓你嘅小朋友自動化佢嘅行為，例如係返學前錫父母一啖，象徵帶住愛出門口。呢一個簡單嘅儀式能夠幫助孩子由家轉換到去學校模式，減少呢個分離嘅焦慮，仲可以建立家庭嘅歸屬感。另外，亦都可以讓孩子參與個儀式嘅設計，比如每晚臨瞓前要講故事，但可以俾孩子自己揀今晚想聽啲乜嘢，令佢哋更加大投入感，同時令佢哋將個行為變得更有趣。第三，創造專屬自己嘅家庭儀式，讓孩子記住屋企俾佢嘅溫暖。唔一定係要搞生日會，又或者係要影全家福，但係我哋可以一家人創作啲手勢、一啲手語，只有屋企人先知嘅。而呢啲咁嘅動作都係代表咗大家嘅同心合力同埋一家人。當然，我哋都會鼓勵家長喺開學嘅第一天要影一張大合照，讓小朋友睇住自己由細細個嘅幼稚園學生去到大學畢業，成個成長過程，讓佢成長當中串連咗整個家庭。最後，其實儀式感唔需要搞得好浮誇，反而有時越簡單越有紀律嘅日常小習慣能夠為孩子帶嚟安全感、穩定性，甚至影響佢哋嘅自信同執行力仲更好。一個細路仔如果習慣咗擁有儀式感嘅生活，佢將來面對困難都會更有條理，更加懂得用自己嘅方法去跨越面對唔同嘅挑戰。家長們，不妨由今日開始幫助你嘅仔女整一個屬於佢嘅家庭儀式感，讓佢帶住愛、信心同勇氣迎接每一日。今日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啦。